唉，我已經係第2次啦，我真係咁差咩？如果再失敗，我阿爸阿媽一定好失望。如果可以得到佢嘅幫助，會唔會有更大嘅機會入讀？網上我今年報咗 marketing，下個月要面試，我好想入恒生大學，有冇啲 tips 或者可以指導下我？如果關於學術上面嘅嘢，我諗我可以解答到你嘅。但係如果你問我關於 interview 嗰邊嘅嘢，我諗我解答唔到你啦，因為我哋所有申請人都係一視同仁嘅。呢個係小小心意，我希望你可以。Alex，我唔會收你封利是噶，你知唔知咁樣做係犯法噶？我真係好想入呢間大學，求下你幫下我啦！我今次一定要考到啊！我好有誠意噶。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9條，任何人如果向代理人提供利益，要求對方提供職務上的方便，就屬於行賄。而 Alex 向恒大講師王瑞提供利益，要求對方喺入學面試中優待自己，正就會觸犯相關罪行。貪污係嚴重罪行，切勿以身試法。